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翻國內手機代購。咁以後為大家介紹翻呢部手機啦，就係嚟自 HTC One 嘅 E8 HTC One 時尚版嘅。咁其實呢部 HTC One 嘅時尚版啦，就喺6月頭發布咗呢部手機啦。咁其實受到好多客戶關注嘅。咁其實點解呢？因為其實就本身呢部機個規格上啦，其實非常之相似佢另一部嘅 HTC One 嘅 M8。咁但係無論喺個售價上面啊，甚至乎喺個整體規格上面啦，再會比 HTC One M8 更加吸引嘅。咁所以就受到好多客戶關注。咁特別係個售價方面啦，咁就會平過 M8 好多嘅。咁其實就整體上啦，呢部機嘅話其實非常之似翻 HTC One 嘅 M8 㗎啦。咁從頭大家講翻呢部手機個 spec 先啦。咁首先呢部 HTC One 嘅 M8 時尚版嘅話啦，咁佢會採用翻一個5吋嘅 Full HD 屏幕嘅。咁就解像度方面啦，會有翻1920x1080啦，亦都係用翻佢哋嘅 Super LCD 嘅 mon 嘅。咁另外 CPU 方面啦，就會用翻高通嘅8801 CPU 嘅。咁而速度方面會有翻4核心嘅2.5 GHz 嘅。咁另外 Android 方面啦，會用翻 Android 嘅4.4啦，咁支援翻 HTC Sense 嘅6.0嘅。咁另外留意翻啦，咁呢部機嘅話啦，前置會有翻500萬像素鏡頭啦，後置亦都會有翻1300萬像素鏡頭嘅。咁另外電池容量方面啦，會有翻2600嘅電池容量。咁但係留意翻啦，同樣係唔可以換電嘅。咁至於 RAM 方面嘅話啦，會有翻2GB RAM 啦、16GB ROM 啦，咁最高支援翻外置嘅128記憶卡嘅。咁留意翻啦，呢部 HTC One 嘅 E8 嘅話啦，佢會分為有2個版本嘅。咁一個係移動版本啦，另一個係聯通版本嚟嘅。咁以後為大家介紹翻呢部啦，係聯通版本嚟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佢會支援翻雙卡雙待嘅功能嘅。咁相反嘅話，如果移動版本嘅話，只係支援翻單卡嘅啫。咁其實呢部 HTC One 嘅 E8 啦，除咗話個價錢吸引過 M8 好多之外啦，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啦，佢本身呢部機佢會支援翻雙卡雙待嘅，咁同埋亦都係啦會支援翻4G 功能嘅，咁所以受到一啲客戶都會關注翻呢部手機嘅啦。咁至於外觀上嘅話，留意翻啦，佢就冇好似 M8 咁用個金屬嘅機身嘅，咁但係就其實佢會好似北頭牌咁啦，用翻個鋼琴面嘅機身嘅。咁至於機背方面啦，會有翻1300萬像素鏡頭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同 M8 比較嘅話，就冇咗個雙鏡頭設計嘅。咁但係就你話問我嘅話，其實本身呢部機個售價會平咗好多啦，甚至乎整體上個規格都唔會差得過 M8 嘅。咁至於機身前面方面嘅話啦，亦都係會支援翻雙喇叭啦。咁另外 Power 加減就會喺機頂嗰度嘅。咁至於右手邊嘅話，會有翻音量加減啦。咁另外呢個就 SIM2 嘅卡槽嚟嘅。咁左邊嘅話啦，會有翻個 SIM1 嘅卡槽。咁 SIM1 嘅話，佢支援翻香港嘅4G 啦、3G 啦、2G 嘅。咁相反右邊嘅話，個 SIM2 啦就只支援翻 GSM 嘅啫。咁底部方面嘅話啦，會有翻個 Micro USB 啦，同埋個耳機插頭嘅。咁留意翻啦，咁其實呢部機啱啱講過啦，佢會支援翻上下雙喇叭嘅。咁其實佢喺個鈴聲度都比較大聲嘅。咁至於呢部 HTC One 嘅 E8 嘅話啦，咁跟機有啲咩配件呢？咁其實跟機方面咧，除咗部手機之外啦，會有翻個火牛啦、數據線啦。咁同埋耳機嘅，咁就如果玩開國內機嘅朋友都知啦，通常啲高檔少少嘅機嘅話啦，都會跟耳機嘅啦。咁相反一啲可能平地嘅機嘅話，就本身就冇跟耳機嘅。咁另外就一啲說明書嚟嘅。咁其實就講翻呢部 HTC One 嘅 E8 啦，咁其實就啱啱講過啦。咁其實呢部時尚版其實就最吸引客戶嘅地方就係啦，佢會支援翻雙卡雙待，同樣係支援翻4G 嘅功能嘅。咁其次就係啦，咁本身呢部機嘅話啦，啱啱講過啦，咁其實就無論喺個規格上啦，甚至乎喺部機個性能上啦，絕對唔會差得過 HTC One 嘅 M8 嘅。除咗冇咗金屬機身之外嘅話啦，其實就整體上無論個 CPU 啊、個 mon 啊，甚至乎 RAM ROM 嗰啲嘅話啦，咁其實都似翻 HTC One 嘅 M8 嘅。咁至於界面方面啦，如果用開 HTC 嘅機客戶絕對唔會陌生嘅啦。點解呢？因為佢都用翻我哋自己 HTC Sense 嘅手機嘅啫。咁 Android 版本方面咧，用翻 Android 嘅4.4嘅。咁同樣留意翻啦，咁呢部係國內嘅聯通版本嚟嘅，咁就跟機亦都係唔會預載任何嘅 Google Service 㗎啦。咁當然啦，經我哋呢邊國內手機代購買嘅客戶啦，咁我哋會幫大家安裝翻啲所有嘅 Google Service， 咁譬如話 Play Store 啊，甚至乎其他嘅 Google Map 等等嘅服務嘅，係啦。咁其實就基本上呢部機嘅話啦，其實就個外觀上啊，其實就甚至乎手感上啊，就同翻 HTC One M8 差唔多嘅啫。咁但係就喺個售價上面啦，就會平咗好多嘅，因為售價講緊呢部機嘅話都係around4000蚊左右嘅啫。咁其次就係最緊要一樣嘢啦，咁本身呢部機佢會支援翻雙卡雙待功能嘅。咁其實就啱啱講過啦，咁喺國內嘅話佢有2個版本嘅，一個係移動版本啦，另外一個係聯通版本嚟嘅。咁留意翻客戶啦，聯通版本先會支援翻雙卡雙待嘅啫，咁相反移動版本嘅話只係支援翻單卡嘅，咁所以購買嘅客戶都要留意翻呢樣嘢啦。咁至於界面上方面啦，咁啱啱講過啦，其實就都係用翻我哋 HTC Sense 嘅界面啦。咁其實就如果用慣 HTC 嘅客戶就絕對唔會陌生嘅啦。咁包括有啲 Bing Free 啊，甚至乎等等嘅界面都其實就咁講過啦。大家如果用過 HTC 嘅機，絕對唔會覺得陌生，都係一模一樣嘅啫。
咁其實就喺部機個性能方面啦，咁啱啱講過啦，咁其實同翻佢哋 HTC One 嘅 M8咁基本上一模一樣嘅，咁無論 CPU 啊、RAM 方面啊，所有嘢其實大致上相同嘅。咁你如果對比真係 M8嘅話啦，第一佢就冇咗個金屬機身啦，咁但係就你話佢嘅機身方面啦，其實個手感都好好嘅，因為佢就相對上會比較似呢個嘅 Butterfly 嘅系列嘅，因為會用上鋼琴邊嘅機身嘅，係啦。咁其次就係冇咗個雙鏡頭嗰個設計啦，咁其實只係用翻普通嘅13萬像素鏡頭嘅啫。咁但係你問我嘅話啦，其實喺呢部機個售價同翻 M8比較嘅話啦，咁相對上呢部機個性價比甚至乎真係個抵玩程度咧，會高過 M8好高嘅，係啦。咁就亦都係啱啱講過，佢會支援翻雙喇叭設計，咁其實就喺個鈴聲方面啦都非常之大聲嘅。咁其實就我而家大家同大家試一試翻個鈴聲啦，喺個短片度係啦。咁我用翻個鈴聲啦。咁其實就呢個鈴聲嘅話，大家可以見到啦。雙喇叭設計嘅，咁其實就非常之大聲，咁上下都會發聲嘅啦。咁其實就近期我自己都比較中意呢個設計嘅，點解咧？因為就始終有時喺外面比較嘈嘅話啦，鈴聲可能都聽得唔係咁清楚嘅。咁佢本身呢個係個喇叭啦，上下都會有，咁其實就個鈴聲真係好大聲嘅。咁似翻可能近期有啲嘅OPPO 嘅手機啊，甚至乎OnePlus One 嘅手機嘅，咁個鈴聲方面都會比一般手機大聲啲嘅，係啦。咁至於界面方面啦，咁其實就基本上同你平時用開嘅 HTC 系列差唔多啦。咁操作都非常之流暢啦，因為始終個粒 U 都比較強嘅。咁就基本上呢部機嘅話啦，其實就以翻呢個價錢甚至乎呢個規格去同 M8 比較嘅話啦，本人強烈推薦買翻呢部機嘅 E8嘅，因為始終 M8 個售價方面都比較高昂，同埋又始終個吸引性唔算太高。咁其實呢部 E8 嘅話啦，咁其實就暫時只會喺國內推出嘅啫。咁你話將來會唔會喺其他地方推出咧？暫時未知。咁所以如果想購買呢部手機嘅客戶啦，都歡迎聯絡翻我哋呢邊國內手機度查詢翻嘅。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啦，咁其實而家由於呢部手機係暫時叫做啱啱開始發售啦，咁其實暫時廠方面啦會隨順翻一個保護套俾客戶嘅。咁但係留意翻啦，呢個保護套嘅話，將來購買嘅客戶啦，可能未必會再重翻噶啦，所以呢啲點要留意翻嘅。咁其實就呢部HTC One E8啦，咁其實整體上個評語，甚至乎我自己覺得呢個售價嘅話啦，可以用超值嚟形容嘅，因為對比 M8 嘅話，佢其實個規格甚至乎個配件外觀啦，都唔會差得過 M8 嘅，係唯獨冇咗個金屬機身嘅啫。咁但係你問我嘅話啦，暫時呢部手機 E8 嘅即係瘋狂程度嘅話，喺國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。咁同埋呢部手機嘅話啦，咁我哋暫時呢邊國內手機代購已經有售噶啦。咁有需要嘅客戶啦，都歡迎聯絡翻我哋呢邊國內手機代購查詢翻啦。咁多謝翻大家支持嘅。